这些都做完啊。哦，对，看你昨天休息不是很好，谢谢。要不然我去跟谭总说说，让你今天早点回去，把这些都带回家做吧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的。嗯，核算完成本给我。好的。怎么不带我送你那幅啊？那幅好看。对了，累的话收拾好了，早点回去吧。晚点我让司机去你的公寓楼下接你。好好打扮一下，穿那件我送你的深 V 的连衣裙，很性感，我喜欢。哎，谭总，那个依然才刚来，对公司流程也不是很熟悉，要不然不多做的话，永远都不会熟悉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的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嗯。你好，请问谭总在家吗？有什么事儿吗？这是谭总的身份证，公司的年审结束了，麻烦你把这个交给谭总。好，你进来坐会儿吧你。不了，我还有事儿呢，谢谢啊。没事儿。来，身份证。你平时怎么也不出去玩一下啊？每天好多事儿要做，你以为管理企业很容易啊？忙，忙都是借口。那我爸原来还忙呢，他跟他那些老同学、老战友都关系好得很。你就像个植物人，我像植物人，可不是吗？虽然现在这里是你家，可你一点存在感都没有。平时做什么都是安安静静的，也不说话。看个电影，一个姿势能好几个小时都不换一下。有时候不是看到你在眨眼睛，我还以为你没心跳了呢。有那么夸张吗？当然有了。你说咱们也没差多少岁，你怎么跟个老爷爷一样？只要你少给我添点麻烦，我想我能快乐起来。我才没给你添麻烦呢，我能帮你，别的我不能打保票，但是让你快乐这事儿没问题。来来来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少宇快过生日了，我看他平时也挺孤独，没什么朋友，想弄个生日 party，你们都过来让他高兴一下，我也比较好意思住在人家家嘛。行啊，挺有心啊，连少宇生日都知道了，我都不知道。看一下啊。回来吃饭吗？谁啊？哎，那什么，我奶奶。你奶奶多大人了还没断奶呢？你现在喝奶呢？奶茶。事儿呢，就是这么个事儿。人少宇过生日，去不去？你们商量吧。要我说吧，咱别去了吧。咱跟少宇不是一路人。咱们骑自行车，人家开兰博基尼；咱们吃烤串，人家吃鲍鱼。咱干20年都买不起人家一厕所。咱们就这么过去了，人以为咱巴结他呢。你说你也不争气，本来你是咱们班唯一能跟他抗衡的，你就跟你爸闹僵。我说你怎么老是灭自己人威风，长他人志气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奋斗20年就买不起兰博基尼？你怎么知道天乐哥靠自己就没法跟他抗衡啊？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显得失败吗？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世界上有谭少宇这种人。哎，你看，这窝囊劲儿又上来了。你说我怎么说你天天的？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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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别争了啊！我是觉着呢，谭少宇吧，性格一直很孤僻，现在搬一大房子里也没人理没人找的，挺可怜的。那是你赶上了，谁知道晚上多少姑娘削尖了脑袋想往里钻。哎呀，行了，既然天乐哥都这么说了，咱还是就去吧。
不过咱仨大光棍嘴是不是有点寒碜呀？这要是能带个姑娘，是不是就好点儿？哎，咱们仨里边可就你女人缘最好了。对，这面子咱可不能丢，交给你了。成，那我想想办法。不是，你没事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买衣服。给我买衣服？对，我看你平时上班挺辛苦的，而你上班不得有点好衣服呀，是吧？哎，到了，就这儿。哎，来，我给你比划比划，看看啊。哎，你别说，这条还真行，喜欢吗？喜欢吧？哎，那个服务员，等会儿，买之前你得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送我这条裙子？没为什么，我就是想送你条裙子。不可能，你从来都没有对我这么殷勤过。说实话，我不怪你。哼，那个是这样的啊，我有一哥们儿呢，过生日，我答应人家呢，说要带一美女去。你说我身边哪有什么美女啊？就想请你帮个忙，参加我这哥们儿的生日派对。这忙我还真帮不了你，这么简单不可能。哎，别！你看，这衣服我买给你当一个礼物，就帮我这一次，就这一次，行不行？我真的帮不了你，你还去找别人吧。这条裙子我也不能收，拿人手短。我走了。哎，不是那什么，依然，你这事儿一点商量没有吗？来，你坐下。哎，我跟你说那事儿，你考虑怎么样了？你就别摸我了，我真的不能去。再说了，你那些朋友我都不认识，去了怪尴尬的。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了。怎么会不认识呢？哎，磊磊你认识吧？就我自行车店那小伙子爱宝，我跟你说过800遍了吧？我大学同学。哎，过生日这人你肯定认识，谭少宇。谭少宇，就是你们公司最大那领导。上次我还说你需要的话，我帮你打个电话，帮你关照关照那人。你看啊，多好一机会啊！我带你去，你正好正面的认识下人家，以后在单位呢有什么事儿就好照应啊，是不是？再者说了，我这都答应人家了，我要带不去一个美女级别的人，我多没面子呀！啊？你真的答应人家了？真答应了。那行吧，就这一次啊。哎，对了，这衣服啊，我自己做主，就给你买回来了。来，收下啊！下不为例啊！依然，好了没有啊？那该走了。啊，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哎，挺好，那就走了啊。哎，天乐，我想了想，我是以什么身份去啊？什么身份？当然是我朋友了。你觉得我拿得出手吗？你看，何止是拿得出手，太拿得出手了！你这就叫燕京四座呀。那这一次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女朋友吧。啊？这什么女？在聚会上让你的朋友认为我是你的女朋友。这不合适吧？这。那行，你要觉得不合适就算了，我就是一想法。哎，不，那个合适，你想法不错。那个我就是怕你这想法
你自个儿受委屈嘛，是吧？我这一直都麻烦你，你好不容易让我帮你一次，那索性就帮到底呗，你不用有心理负担。我明白了，恶作剧是吧？哎，想想也挺好的。这李爱宝啊，傻，骗骗他，看看他什么反应。哎，估计那谁也行。哇，这地儿太爽了！哎，买的什么呀？我看看，你看坏了。什么玩意儿？看了多少钱？一个。下血本啊？你这是？嗯，不是好久没见了。哎，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依然。你哪儿找的？